第一健康體檢中心有優質齊全嘅身體檢查服務，體檢套餐最平由299蚊起。體檢服務有專業配套，價錢只係香港嘅1/3左右，仲有中醫同口腔服務，包括洗牙同植牙。我哋嘅深圳鼎和分院鄰近皇庭廣場，喺深圳會展中心對面。會展中心站 D 出口行3分鐘就到，交通方便。體檢中心有舒適衛生嘅 VIP 房，供客人休息同輪候。我哋有健康顧問1對1了解你嘅需要，為你提供最適合嘅體檢建議。我哋有齊各項身體檢查嘅項目，全部採用嚟自外國嘅先進醫療器材，服務包括照超聲波、X 光、CT、MRI、心電圖、三高、婦科、內科、外科、眼科、口腔科、醫學美容同心理諮詢等，所有服務均由專業駐場醫生負責處理，而且仲有中醫理療，由著名中醫助陣，提供針灸、推拿同中藥調理等。一般預約咗嚟到就唔使排隊等候，做個全身檢查都係2-3個鐘頭內嘅事，可以經 WhatsApp 預約。第一健康係政府部門同大型企業指定員工嘅體檢中心，有質素保證。深圳第一健康體檢中心鼎和分院附近亦都有好多食肆同娛樂休憩設施，最啱港人做完體檢之後去消費下。